可以买100吗？线上在问。鲨鱼哦，嗯，有可以啊，现在在卖100的。你可我帮你留，你可我帮你留。鸭肉丸，我唔知你去吹，我唔知，我真正唔知啊，你去吹一下。鲨鱼留100。鲨鱼留100哦，100来，这个好吃啊。你给我留好喽。今天活新价就来了，100块，大家给你吃好啊，还是我先给你吃。哎，我给你请教一下，你要买啥点吃？你要吃啥点吃？安尼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这包飞机丸啦，杀落去啦。啊好，这先来去死啊！这件是虾排，我跟你讲，这虾排我卖到真好哦，这是没有鸭肉丸。金阿妈啦，没有鸭肉丸哦。那个是淡水鱼丸，小美淡水鱼丸放来。叫你放我家己放啊，紧啊，谢谢来等我一下吼，做一摆。我跟你讲，恁听我讲，因为今仔日平常日，啊像这迄个阵3包尔，想我若要甲甲整理你的，就甲你讲你后面负责整理，鼓励啊无先摕来嘛，安尼是毋是定位迄个港内迄个面啊？这来等者啦，这虾排来。你听我讲，我今仔无啥啦，这来，我讲我卖200，我今。